各位，呢嚿咁嘅嘅嘢呢，已經係經過專家嘅確認 ，F1、F2，亦即係18兆以下嘅係唔可以發出，只能夠收聽。咁就磚頭一塊嚇。好，而家係用70公分嘅波段試試啊嚇，只能夠係咁啦。0101收唔收到？02呼叫01收唔收到？02呼叫01，02呼叫01收唔收到？02呼叫01，02呼叫01收唔收到？70公分都係呢個波段都係兩三公里到嘅啫嚇。經過測試，而家01喺5公里之外。02呼叫01，02呼叫01收唔收到？收到回覆，完全冇反應。呢嚿咁嘅嘅嘢，5公里嘅，如果70公分嘅波段，5公里都唔得。02呼叫01，02呼叫01收唔收到？收到回覆。而家係70公分波段嘅嚇。好，試下26兆，試下26兆。有冇人收到？有冇人收到？有沒有人收到26兆的頻道測試天線？謝謝。冇反應嘅嚇，根本就冇反應。好啦，經過專家確認，佢嘅通訊距離就好一般啫嚇，好一般。都係超唔出3公里嘅範圍，即使係加咗咁嘅天線嚇，都係冇用嘅，超唔出3公里。02呼叫01，02呼叫01收唔收到？從0到18兆呢個波段嘅頻率基本上係廢嘅，係禁用嘅。呢個設計唔知為咗乜嘢，可玩性冇咗。OK， 再呼叫多一次收工。02呼叫01，02呼叫01收唔收到？好啦，收工，謝謝你的收看。